共18画。右一哦右。右属部5画共18画。右一哦右。食肉目雕刻鼬属动物的总称。体型大小不一，嗅觉视觉灵敏，动作迅捷。身体细长，足短，适合进出食系、洞穴等处。昼伏夜出，以鼠类、松鼠等为食。适应力强，枭类为其主要天敌。鼬属部5画共18画。鼬一哦